笑先得㗎。住笑添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、讚好再分享埋俾朋友啦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到桃園。桃園位於旺角彌敦道嘅非達商業中心，地鐵站 E2 出口行到彌敦道轉右，一直向前行，經過埋渣打銀行，望向右邊就到㗎啦。上到嚟15樓03室，喺梳乎之前就做個頭皮檢查先。每次做頭療之前呢，最期待就係睇到前後對比啊，諗起都覺得好爽啊！桃園注重嘅唔單止係產品，所有技師嘅手勢都有一定嘅要求㗎。做水循環嘅係天然嘅中草藥，有效治療同預防脫髮。做完白頭髮都少幾條啊！依家桃園做緊60分鐘特色頭療，再送30分鐘嘅木桶中藥蒸腳，成個服務90分鐘都只係298蚊咋。另外好多人上嚟做呢個智能健康能量艙，躺平30分鐘已經相當於跑咗10公里啦，仲令到全身嘅細胞排晒毒添啊！桃園呢度都有全身按摩㗎，平時特別多健身男士上嚟㗎，因為有效治療肌肉酸痛，做完又可以繼續去做 gym 啦。呢個就係桃園特色之一，智能頭療項目，可以全面令到頭皮吸收精華，加上紅光令到效果更上一層樓啊！優惠價都只係98蚊咋，做完晒就可以坐定定嚟享受呢個自動吹頭啦。如果你喺旺角揾緊一間可靠嘅按摩店呢，咁桃園一定啱晒你啦！想知更多梳乎資訊，立即 follow 我哋啦！